你有冇諗過，平時你浪費咗幾多能量同埋時間去同人解釋你每一個決定同埋行為啊？但其實你做嘅每一個決定係完全唔關佢哋事㗎。咁點解你要花咁多時間去解釋呢？你試試回想一下，過去你有幾多次懷疑自己、批判自己，等待其他人去認同自己做嘅決定啊？你知唔知道啊？當每一次你等待別人同埋期望別人認同嘅同時，其實你係阻住緊你自己進化。所以由而家開始就要停啦。由而家開始，你將所有嘢由外轉到內，你就真正開始轉化啦。點解呢？因為成功並唔係由你話俾人知你每一個決定同埋說服人哋認同而嚟㗎。成功係通過自己嘅自律、持續嘅學習同埋努力，而所有嘅努力同埋付出都唔係做俾人睇㗎，而係你單純想自己變得更好。好多人去唔到佢嘅目的地，點解啊？因為佢哋俾太多外面嘅聲音擾亂，阻住咗佢哋前進啊！可能係花太多時間喺社交媒體，當你睇到人哋嘅成功，或者人哋會喺你嚮往嘅未來，你覺得自己做唔到，唔小心就拎咗自己同人哋比較。又或者你會諗，如果我行同人哋唔一樣嘅路，身邊嘅人會點諗呢？我哋可能會浪費咗自己嘅時間，去同呢一班同自己想法唔一樣嘅人去爭辯，但其實佢哋根本都唔在乎㗎，而最後只會令你自己情緒低落，懷疑自己，同埋原地踏步。但當你停止向別人解釋，唔理會別人嘅眼光，唔理會人哋點樣評論你，只係專注做好你當下該做好嘅事，咁你就真係一步一步行緊去你嘅目標啦。其實成功係默默耕耘㗎，自己去完成每一件你覺得正確嘅事，並唔係浪費時間去尋求認同，同埋證明俾人哋睇我嘅自身價值。成功係通過你嘅自律，並持續去努力。你唔需要人哋喺旁邊為你鼓掌，你唔需要觀眾，你唔需要得到批准同埋認同，你只需要持之以恆。當你越專注自己當下該做好嘅事，專注你嘅自身成長，你嘅自律，你嘅學習，你就越能夠同你嘅目標對齊，就越吸引到好嘅事情發生㗎喇。你開始越嚟越做到正確嘅決定，你唔需要通過別人嘅稱讚都有自信，因為你通過自己嘅行動去證明咗俾你自己睇你嘅自身價值。我最近聽到一個故事，好想同你分享啊！佢係關於香港一個女歌星叫做衛蘭，唔知你會唔會同我一樣都好中意聽佢唱歌嘅呢？佢原來入行已經20年㗎喇。佢同之前嘅唱片公司約滿之後有傾續約，但係點樣傾咧都唔係好順利。當時令佢好似有一個聲音同佢講：你唔好簽公司啦，你做獨立歌手啦。但佢心諗，除咗唱歌之外，我咩都唔識㗎喎，我都唔識做生意。但係佢面對自己內在嘅聲音嘅時候，就好強烈感覺到呢一刻嘅我唔想簽公司啊，簽公司唔會令我快樂㗎，我應該要做獨立歌手㗎。但係佢覺得好彷徨啊，因為佢根本唔知點樣做生意啊嘛。喺空窗期嘅呢2年，佢好迷茫，佢成日都喊啊，淨係得個等字，佢好唔開心啊。佢諗，我係咪要轉行㗎啦？我歌星生涯係咪玩完啊？喺呢段時間，佢唯一可以做嘅就係繼續練歌，同唔同嘅製作人一齊寫歌。後來佢就遇到而家嘅經理人啦，對方鼓勵佢成為獨立歌手，佢同佢講：我可以幫你㗎。之後佢得到機會參加歌唱比賽節目，而佢本身就係鍾意挑戰自己嘅人，加上呢2年時間佢不停咁樣練歌，裝備好自己，而家就係最好時候迎接呢個新挑戰啊！結果嚟緊呢，佢就會開自己首次嘅世界巡迴演唱會啦。回想過去呢段時間，佢發現
原來只要你忠於自己內在嘅聲音，帶住耐性去相信上天嘅安排，最後你係一定可以去到你想去嘅目的地㗎。而你願意有耐性去堅持，上天仲會有意想不到嘅禮物俾你㗎。所以當你專注做好當下該做好的事，而唔去同其他人爭辯同埋解釋，並唔係要你切斷同外界嘅聯繫，而係想你保護自己嘅能量。你懂得選擇同埋投資時間喺對的人和事上面。你要認清、了解同埋明白，唔係每一件事你都需要回應，唔係每一個意見你都需要在意，唔係每一個人都值得出現喺你嘅世界裏邊。當你學會引領你自己嘅專注力，你就能夠擁有自己人生嘅控制權。當你開始做任何事都唔再需要對外宣佈嘅時候，咁你就真係行緊去你嘅目的地啦。其他人就自然會睇到，佢哋會好奇你點樣做到，佢哋會見到結果，而你一句說話都唔使講，因為你專注做好你當下該做的事，結果會為你說明一切。我呢都想同大家分享一個關於我自己嘅故事。喺我細個嘅時候，我係對心理學非常有興趣㗎，但奈何呢，其實我天生係一個藝術人嚟㗎，所以呢，我就係好多父母眼中讀唔成書嗰啲小朋友咯。咁所以細個嘅時候，你淨係會諗到對心理學有興趣，咁應該得心理醫生㗎啫喎。咁但係我都讀唔到書，點做醫生啊？咁所以我就放棄咗呢一個念頭啦。但係我冇諗過喺咁多年後嘅今日，我因為通過做家庭排列做療癒師，而可以通過心理學去幫到人啊！最近呢，我同一位參加我哋線上工作坊嘅朋友傾偈咧，佢同我講，原來喺佢嘅人類圖裏邊睇出咧，其實佢有一個 channel 咧係適合走呢個身心靈路線嘅。不過咧，佢就唔知應該可以點樣發展落去，然後我就同佢分享我自己嘅故事啊。其實咧，過往咁多年，我做過唔同嘅生意噶。我以前咧係好中意時裝噶，咁所以當時我就讀咗時裝設計同埋攝影啦。咁然後我自己又發展到自己嘅時裝品牌、護膚品牌，有試過做攝影師，有經營過餐廳。喺咁多經歷裏邊咧，全部都同心理學冇關係噶。但係就係因為過去咁多年我非常忙碌，將自己逼埋牆，最後我嘅內心病咗啊！所以我認識到家庭排列，通過家庭排列去幫我自己做療癒，令我走出咗人生情緒嘅谷底啊！就係因為家庭排列幫到我，所以我就學咗家庭排列啦。學咗之後，我開始成為一個療癒師，然後我發現原來過往我咁多唔同工作嘅經歷，包括我過往自己去咗瑞典生活咗11年嘅經歷，呢啲所有嘅人生經歷咧，成為而家當我同案主做療癒嘅時候，我可以啟發到佢哋嘅故事啊！所以原來所有嘅經歷咧都係有原因㗎。加上我嘅身心靈導師成日都同我講，我嘅人類圖 profile 係35 profile，35 profile 就係 try and error， 就係鍾意不停咁樣嘗試，然後揾到適合自己嘅路㗎。就係因為我有一個鍾意不停嘗試嘅性格，令我試過好多唔同嘅嘢，得到好多唔同嘅經歷，所以到咗今日，我成為療癒師，我就可以有唔同嘅故事啟發到人哋。所以我終於都明白，喺我細個時候，我對心理學有興趣，我以為自己唔可以行到呢條路，而最後我竟然喺而家行到呢條路喎。原來中間所有嘅過程都係有原因，係幫我行緊嚟而家呢一條路咯。所以我覺得好開心，可以通過做療癒師幫到唔同嘅人啊。通過家庭排列可以令我更了解我自己啊。同埋懂得用唔同嘅角度去睇唔同嘅事，了解唔同嘅人。當
當你懂得用唔同嘅角度去睇唔同嘅人，你會多咗一份諒解，你會多咗一份體諒，然後你自然會放低咗一啲執着嘅。所以我覺得家庭排列係幫我令到自己成為更好嘅自己，可以了解更多自己。如果你都想可以令自己更加好，更加了解自己，令自己更清晰啲，對未來更加有希望嘅話，你都歡迎揾我去做家庭排列啦。又或者可以參加我同老師嘅線上免費工作坊，了解一下乜嘢係家庭排列啦。我希望你哋聽完呢一個 podcast 都會令你哋有一啲啟發啊！記得 follow 我嘅 YouTube、podcast 同埋 Instagram 啊！我哋下次見啦！我係 I Snap You 啊！Have a nice day！